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店長阿興。今日咧，我會示範點樣用呢一個 Samson SP208W 喇叭。Samson SP208W 佢本身已經有內置電，可以最多用到20個鐘。佢可以好方便咁樣帶出街用。佢呢度有一個電源嘅插頭。如果你想長時間用嘅話咧，就記得要插電源線啦。你亦都可以唔插電源線嘅情況下開機去用都得。呢一個位係一個開關掣，下邊係充電按鈕，中間係關機，最上面就係開機。然之後呢度有個指示燈，如果成功開機嘅話呢，就會有綠燈；如果冇電嘅話就會閃紅燈；如果充電中嘅話呢，就會閃黃燈。Samson SP208W 呢有3個輸入，分別係 Channel 1、Channel 2、Channel 3。我哋開機前呢，要記得將3個 channel 嘅 sound level 都要校到係0。如果要駁無線咪用，方法好簡單。首先將無線咪嘅接收器插入 Channel 1，然之後開啟無線咪嘅接收器，紅埋無線咪，調校 Channel 1嘅音量去到中間，然之後再調校總輸出至合適嘅音量就得啦。而 Channel 2嘅輸入呢，係一個 jack 頭嚟嘅，你可以用嚟駁其他樂器，例如吉他或者電子琴用都得。Channel 3係一個 USB 接頭，你可以用佢嚟幫你嘅手機充電都得。佢亦都有一個藍牙連接嘅功能。可以連接去你嘅手機或者電腦，方法好簡單，按下呢一個掣，直至到佢藍燈閃下閃下，然之後喺你嘅手機或者電腦選擇翻呢一個喇叭，咁就已經連接成功噶啦。要連接2個 Samson SP208W 方法好簡單，首先我哋要準備一條 jack 線，然之後插入第一個喇叭嘅 output 嗰度，然之後將另一邊就插過去第二個喇叭嘅 Channel 1。然之後調校2個喇叭至合適嘅音量就得啦。Samson SP208W 有一個 reverb 嘅功能，可以俾你調校回音。你可以用呢一個掣嚟調校回音效果。如果你唔需要回音，你只需要將佢調校至0即可。Samson SP208W 另有調校高低音嘅功能，你可以喺呢一度調校高音同埋低音。如果你唔需要特別嘅調校，你只需要將佢校至中間0就得啦。而家 Samson SP208W 呢一個喇叭已經可以喺MS Camera 嗰度租用噶啦。如果有需要嘅話，記得盡快聯絡我哋啦。